由此可见，这春风为云添彩，玉露润泽花色，所以酿造月下逢以春日为佳，而所用之水需凝结百花之上的露水。这露水难得，如何都用来酿酒？其实这并不难，只要将这百花浸入水中，通过蒸煮，将含有百花精气的水变成水汽，再将这水汽重新汇集变成水，便得到了这至纯的百花玉露。哦，你果然酿酒很厉害。好，以诗作酒，这道与南朝巧匠周游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您说周游？周游啊，擅长制作机关秘图，且好酒好诗画。相传，他都会将解开机关秘密的法子，藏于自己的诗画之中。哦，我老人家不才，正好收藏了周游的许多画作，我就拿给你们看看啊。哎呀，打开看看。好。这画极难得，是我珍藏多年的心爱之物，就送给你们了。全当是今日我向你们换取了酿酒方子的报酬。欧阳先生，您的意思，这幅画便是这咸阴水的线索？听闻本朝先生开国后，曾得到一张藏宝图，传言这藏宝图的机关设置和绘制宝藏图的都是此人，所以这幅画里怕是藏着咸阴水的线索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欧阳伯伯。这些我老人家才不关心呐，我爱的是诗画、奇酒。你直言这酒与罗爱莲的月下逢有90%的相似，你既不怕我以此为借口耍赖不认赌约，又将酿酒方法相授，这足以证明你心思纯正。这话交在你们手里，我放心。今日能以奇酒结识欧阳先生，我们也度过了一个非常难忘的时光。那我和丹青便不多叨扰了。哎，要记得常来和我玩啊。下次我再带好的酒过来找你玩。好。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哎，走。青山医馆欠4000石。自山哥哥，颖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对了，我正好跟秦镖师提到要送一壶好酒给杜伯父，你什么时候回去，记得拿着。想来你不日回家，若是将这笔好买卖告知伯父，他一定会很开心。那你记挂着我，心里可还有杜伯父啊？既如此，还不快速速回家，让你爹爹开心开心。颖儿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先忙，谢谢自然哥哥。自山哥哥着急想让我走，难道是怕我知道什么？丹青又怎么会供奉起罗家人的牌位？这太奇怪了。罗家人，罗家……你说什么？沈丹青供奉我爹的牌位？我亲眼所见，丹青的房里竟有间暗门，里面是罗继达的牌位。那你可有问过沈家其他人？还没有，丹青不在，自山哥哥好像总是想让我快点离开，我实在觉得事有蹊跷，便谁也没说。你可要头绪？是有点奇怪。哦，对了，除了罗继达的牌位，
还供奉了另外一个人，叫冰儿。你说谁？冰儿？嗯，冰儿。就算他跟罗爱莲是好人，为何会供奉冰儿呢？这冰儿是谁啊？供奉的人里只有这2个，没有罗爱莲的吗？没有。雪儿，到底怎么了？你知道什么？倒是快说呀！颖儿，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，罗爱莲可能还活着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有所不知，冰儿是罗爱莲的贴身侍女。罗爱莲死后，冰儿失踪至今，下落不明。我在想，有没有可能当日祠堂烧死的不是罗爱莲，而是冰儿？可若死的是冰儿，那罗爱莲现在何处啊？也许她就藏在沈家，否则为何会供奉冰儿的，而不是罗爱莲的？你快别胡言乱语了，这也太离奇了。虽然离奇，但我的直觉应该没错。我之前就奇怪，沈丹青为何能计划得如此精准，步步让我罗家败下阵来。诗为画题，画为诗意，这谜题应该与这诗画相辅相成，所以我们要赶紧解开这谜题，在怡亲王回来之前找到显影水。是要快些解谜了，不过我要破解的谜题，可不仅仅只有这一件。喏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喝酒谈心了吧？为何这样看着我？你还没有回答我，
你为何会酿罗爱莲能酿的酒啊？可千万别跟我说，是因为你会酿乘风酒跟蔷薇露，所以也能钻研出来这月下风。这种话糊弄一下老先生可以，但你糊弄不了我。沈丹青，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晓的？还记得他吗？我想着欧阳先生跟罗家是旧相识，而这玉佩乃是罗家大小姐之物，所以便想着带着有备无患。还真没想到，果真用上了。徐将军，此言何意？那日罗爱莲将她视若生命的这块玉佩押给了我，她跟我讲，她想查清楚真相，自证清白之后，再找我拿回，否则命为玉碎。如今我将这玉佩交还给你，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也好，我说过，要还给罗爱莲一个清白。那我就替她先保管了。天色已晚了，我们也赶紧回去吧。先别走，你到底是谁？将军是喝醉了吗？我除了是沈丹青，还能是谁？撒谎！跟我说实话。你到底要干嘛？放手！我早就应该对你有所怀疑的。那日你为我挡箭受伤，颈后露出了那个伤疤，虽然用黑莲花纹身挡住了，但是那个伤疤肯定是烧伤所致的。不该打开的盒子就不要开，你就那么想看穿我吗？之前你看清河县令告示时，表情突然发生变化，是因为你也如那女子一般，偷梁换柱换了身份。你根本就不是沈丹青，你就是罗爱莲。将军事态于此，不就是想确定我是罗爱莲吗？怎么，害怕自己落得跟清河县令一样的下场吗？将军想如何处置我？我悉听尊便。你总算承认自己是罗爱莲了。对不起，是我太晚了。我早就应该察觉到，你就是罗爱莲的。这么长的时间，你都是怎么瞒过来的？一定受了很多罪，藏得很辛苦吗？不过从现在开始，只要你在我面前，都不需要再伪装了。你都不问我，杀没杀过人？因为我相信你，无论你是沈丹青，还是罗爱莲，我都相信你。你能通过各种线索确认我就是罗爱莲，那旁人也可以。将军，以后还是离我远一点吧。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不，我的选择从来都只有你。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秘密，我都会替你守好。丹青，其实我在想，如果我们可以在一起的话，我就会更好的护你周全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不可！
我现在仍是弑父凶手，又顶替他人身份，复仇之路还没有走完，前路必定荆棘。可你不一样，你是大将军，功名显赫，你没必要。那又怎样？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可以帮你的。其实我早已对你情深几许，逼你说出你身份的秘密，就是希望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我都可以做你的铮铮盾牌。无论遇到任何刀光剑影，只要有我在，冲我来就好了。丹青，你有你的前世今生，我也不止一枚。你不是有时候觉得我梦乱不正经吗？但其实我越是不正经的时候，才越是深情。回来了。哥，我们找到咸鱼水的线索了。慈山，前任多有冒犯，实属无奈之举。找到什么线索了？一幅画。进里面聊吧。哎，你们怎么了？改日再和你细说。走。这幅画便是我们从欧阳先生那儿得到的有关咸阴水的线索。我们现在已经知道，藏宝图还有这幅画，均是出自南朝巧匠周游一人之手，咸阴水也与他有关。河边梅树渡口，也就是说，画和诗有可能指向的是咸阴水放置的地点。没错，程峰之前找过典藏古籍的几处地方，我们可以分头行动，收集一些南朝古籍，看看这周游之前去过哪里，有没有符合这诗画当中所描写的景致。丹心说的对。也可以在查阅古籍的时候，一并找找有没有关于咸阴水是何物的资料。我考虑这年代久远，就算真的找到了咸阴水，也不排除它可能失效。还是四山兄思量的周全。这次我们不仅行动要快，还要隐秘。在找欧阳先生的路上，我们被人尾随了，有可能是怡亲王的人。虽然他被弹劾了，但是他也没有丝毫松懈。明日再分头行动吧。今日刚回来，回去好好休息。对了，顺便去看看颖儿，她今天受了凉，一直关在房间里没有出来。那我现在就去。四山兄这么盯着我干嘛？上次绑你的事，我可以解释。四山，我知道你心有不快，但也不必下手这么重吧？你以为我打你，单纯是因为你捆了我吗？要不是你耍的这些小手段，你和丹青这一次也不会进展的这般顺利。
他的秘密，我已知晓。知晓？你又知晓什么了？丹青的秘密，罗爱莲的秘密，我都已知晓。我定会护她周全。那又如何？你知道他的秘密，但你根本不了解他的过去。你享受着他的关爱，但你根本没有陪他熬过最难熬的日夜。陪他走过漫漫长夜的人是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喜欢的人偏偏是你？为什么？没错，这世上确实有很多事情，在付出和得到之间能够得到公平，但唯独感情，感情它没有公平可言。我喜欢他，他喜欢我，不需要任何理由。若是不顺气，就继续打。但是我们话说在前，打完了，还得是好兄弟。我回来了，听说你着凉了，没事吧？我想睡一会儿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需不需要叫妙神医过来看一下？不必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哥，颖儿怎么样了？他说他身体不舒服，想休息一下，就没见我。那等他好一些，你再去找他吧。哥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你跟徐成风将一切坦白了，是吗？是他猜到了我的身份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再隐瞒了。他比我想象中更能接受我的身份。还有什么？他说等一切结束，要求娶我。你答应他了？我知道，婚姻大事乃父母之命，而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亲哥哥，长兄如父。我想先征求你的同意。不过我也和程峰说了，要等罗雪儿认罪，给罗爱莲洗清罪名，才会嫁给他。丹青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我会一直支持你的。谢谢哥。
小姐怎么忽然想起去找这个人？老天助我，让我找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只要找到他，不仅能解了眼下困境，还能一举击溃沈丹青。别说是拿回甘露堂了，就算是丹青酒庄，归我也说不定。沈丹青，或许我该叫你若爱莲。王爷一路奔波，从京城赶回聊城，真是辛苦了。哼，徐承风以为一纸诉状就能轻易地告倒我，笑话。王爷三言两语在朝堂上就给自己解决了危机，重获皇上信任。王爷一向英明神武，怎么会着了他徐承风的道？徐承风3番2次的挑衅，本王饶不了他。我不在这段时间，可有什么异动？徐承风和沈丹青2人乔装出行，似乎是在去找咸阴水的线索。根据您的吩咐，探子暗中观察，可还是被徐承风发现了，跟丢了。不知2人此行结果如何？看来他们已经知道咸阴水的秘密了，咱们得抓紧时间。还有别的事吗？还有一事，根据留下的探子汇报，沈家对外宣布，说沈丹青是沈老爷子的义女。义女？对。这沈自山身为镖局的少主，不跟着徐承风一同去找咸阴水，却让沈丹青去，这3人的关系有意思，本王颇为好奇呀。宗伟，去查沈自山，越细越好。是。丹青，为什么就不能多看看我呢？为什么他可以，我就不可以了？想办法让他盖章，在账单下面放一张素签，去吧。好嘞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沈公子，小店要打烊了。您看，沈公子啊，小店这散碎银两都已经入库了，实在没有多余的零钱找您了。沈公子，您是本店的常客，只要这账单上有您的签章就可以了。哎，好嘞。还是王爷棋高一招，察觉出他们3个人的关系并不一般，并利用沈自山，顺手做了文章。听了你打探的消息，再加上沈自山那副模样，哼，更加印证了本王的猜测。这沈自山，怕是中意沈丹青这个义妹，却被徐承风抢了先。咱们正好利用这个关系，将计就计。还有这张盖着沈家印章的素签，便是送徐承风归西的传票。徐承风一倒，沈丹青和沈自山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我要亲眼看着他们，在我面前，一个一个的死掉。
禁卫军来了。徐将军，800里加急密旨，请过目。圣上听闻你已经找到了解开藏宝图秘密的重要线索，所以甚是欣慰。但朝中有人弹劾你在聊城玩忽职守，曾丢失重要政务，圣上恐日后生变，命你在10日之内于藏宝图一案务必找到重要线索，否则需就此事会心查办。丢失的政务只有秀奴，用秀奴给自山换药这件事，只有我们3个和怡亲王以及宗伟清楚。怡亲王不可能自爆其团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敢问弹劾我丢失政务，可有真凭实据？将军身边有知情人，陈情作证，递上了口供，圣上这才深信不疑。我身边的人，难道说我身边出了叛徒？且慢，本王有一礼物要送给沈公子。自山不过一介平民，谢过王爷好意了，我就不攀附皇亲贵胄了。你紧张什么？你与徐承风是情敌，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。本王又不会加害于你，还会给你机会打败徐承风。还记得前几日你在醉云楼签的账单吗？其实你把印章盖在了白纸上，本王在盖有你印章的素签上写了你对徐承风的控诉，递给了圣上。你堂堂亲王竟有如此下作的手段！掐指一算，圣上降罪的密旨应该也快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我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。当徐承风收到密旨的那刻起，不管你作何解释，以后徐承风和沈丹青都会视你为外人。听我说啊，与其等着被他们抛弃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我知你心中装着对沈家的荣耀，只要你我合作，共同对付徐承风，本王保你之后定会重获沈家荣光。要我为私心做如此龌龊之事，绝不可能。别着急回答，本王给你时间，好好想想。王爷不用再来找我，我绝不会跟你合作。圣上给你下的军令状。之前藏宝图的案子查了那么久，才有一点眉目。如今这短短10日，怎么能保证有突破性的进展？但是皇命不可违，我也只好尽力了。不对啊，之前听你说，圣上从不偏听偏信，无论怡亲王如何算计，也不会因为皇亲面子而出手。可如今为何如此恼火呢？他们说，是知情人当中出了叛徒。知情人？不可能，从头到尾知道真相的只有我们3个人。这个叛徒是我。哥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怡亲王狡诈多端，我中了他的设计。他利用我的印章伪造出了一份假的证词，呈给了圣上。若我推翻就此的话，无疑就是犯了欺君之罪。那不仅我有生命危险，更重要的是，沈家上下都会受到牵连。自杀，我们都相信你，我们之间绝对不会有背叛和猜疑。接下来我们还是商议一下如何应对为先吧。承风，你要是有什么新的调查线索或者指示的话，尽管放心交给我吧，我拼尽全力也会完成，也算是我对你将功补过。承风，我问
既然葛老人在朝中，要查出弹劾你的人是我，并不困难。方才，你为何不直接跟丹青说？我知你绝对不会背叛，自然无需多说。慈山，你该不会以为我会因此在丹青面前搬弄是非吧？在你心里，我徐成风难道是这种人？之前是我对你有不满，还打了你。你要是怀疑我，也是人之常情。这是两码事。我之前就说过了，打完了，我们还得是好兄弟。我向来恩怨分明，你救过我，也绑过我，咱俩两清了。藏宝图的事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好，我们齐心协力，尽快找到图，还有咸阳水。有什么话就说。小的只是不明白，您和沈子山说的如此直白，为何他还不与徐成风闹翻？你呀，就是改不了心急的毛病。小的知错，王爷早有筹谋，是小的多虑了。该知道的都知道了，想瞒着的我也打探到了。这沈自山虽然目前还未找我们，可不代表他日后不会倒戈。你就擦亮眼睛，等着看他们三个人的好戏吧。是，王爷。女儿，你好点了吗？是还没睡醒吗？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哦。你回去后要一切如常，万不可让沈丹青看出端倪。啊，丹青，你好烦啊，找人清梦。这样还烦吗？唉，烦，会胖，胖点呀才可爱。我今日陪你一起去酒庄吧，我还没有看过酿酒呢，想在我走之前看看你是如何酿酒的。好呀。丹青，你一个人打理酒庄很辛苦吧？不会。小姐，怎么了？酿酒师傅说这批酒具有些问题，想请您一同确认一下。这酒色清透，没有杂质，花香有些浓了，抢了酒原本的馥郁之香。是蔷薇花的缘故。等取花之时，调整一下火候。是，我去说与酿酒师傅。你只看色泽，闻闻味道，就能分辨出酒的问题出在哪儿吗？啊，我见别人都是要品酒的，你不尝尝？观色闻香之后便是品尝，只是这闻香之时就已经发现问题了，就无需再尝了。不应该尝一下，才更能确保万无一失吗？对，妍儿说的没错。
生命。